葵涌嘅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咁對於籃球以至喺其他運動都非常重視。咁佢哋嘅籃球隊可以話係區內嘅傳統勁旅，女子隊更加連續16年向葵涌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奪冠啊，非常之犀利。我哋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咧，籃球隊一路都係學校裏邊一個好出色嘅項目啦。女子籃球隊咁啊都唔容易嘅，連續16年咧就攞到我哋葵涌區學界嘅女子籃球比賽嘅冠軍咯。咁而男仔亦都係過去亦都好多屆攞到冠軍。籃球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項目，對我哋身體嚟講，尤其是細路仔啦、小學咧，對成長好有幫助。而喺透過籃球比賽裏邊咧，學習到一種毅力啦，亦都唔好放棄嘅精神，好重要。即係我哋呢度個籃球咧係一個好有傳統嘅文化，因為我哋每日都會喺度打波嘅，即係基本上朝頭早佢哋學生就已經喺度朝頭早晨操，跟住晏晝佢哋會打波。咁好多其實咧小朋友細個已經睇住，咁我哋慢慢就好多人對籃球都好有興趣。咁我哋會喺低班開始就俾佢哋接觸下興趣班啦，慢慢有啲梯隊啦，即係喺啲3、4年級嘅梯隊，再上到高年班咧，我哋又再喺度校隊去再培訓咁樣。由於校內嘅籃球文化相當濃厚，好多同學都非常熱愛呢個項目，有興趣自然就會俾心機。一班小妹妹都希望傳承師姐嘅好成績。個師姐留低嘅呢啲記錄咧，其實都係我哋前進嘅動力啦。咁我哋都好想將我哋嘅使命留低喺林金殿一個歷史嗰度啦。咁我就希望可以喺今年拎埋17連冠，傳承師姐嘅願望。3年級就開始打波啦，之後咧打下咧就中意咗呢個運動啦。之後咧都知道林金殿籃球咧都係好受歡迎嘅，所以咧就想一直都打籃球。希望上到中學之後就都係喺籃球一方面繼續去打啦，大學就打大專啊，或者跟住再打翻女子甲組嘅籃球嗰方面。大家未必知道，好多籃球港將都係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舊生，其中一位就係港隊控衛曾湛源。佢嘅一班師弟今年響男子組都有好表現，一陣再同大家講啊！籃球的確可以令到一班小朋友有更多正能量同埋正向思維，所以我咪咁中意打籃球咯。得啦，全世界都知道籃球場係你主場，不過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籃球隊響葵涌區多年嚟都有好成績。背後嘅原因竟然唔係因為籃球，而係另一種運動啊，就係手球。手球呢個運動咧，其實係肢體動作比較多嘅。咁一般小學生打籃球咧，其實佢哋都好怕碰撞。咁我會可能練習到時候加多啲身體嘅碰撞，令到佢哋係即係更加喺進攻同防守上更加比較硬淨啲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第二就係防守方面咧，籃球其實可能初時好多小學生守籃球咧，都係守一啲聯防啊，即係比較被動啲嘅防守嘅。咁但係手球我哋通常係做一啲主動啲嘅防守。咁所以我自己喺籃球嘅練習嘅時候咧，我中意會引入一啲係比較進取性啲嘅防守嘅策略。佢哋嘅男子籃球隊今年響學界可以話狀態大勇啊！學校認為同學嘅專注以及努力係成功嘅因素。有啲小朋友咧，佢可能3、4年班咧，佢都未識咁專注去學習，但係呢一班男仔咧係好細個，你已經睇到佢已經眼仔碌碌望住嘅，就算佢未出場嘅時候，佢都已經喺度學習緊。咁所以今年我覺得佢哋慢慢你會見到佢哋嗰個表現，到佢哋個身體又長大咗啦，成熟咗啦，咁個表現就會比較好咁樣。我哋係平時訓練都係好開心嘅，因為我哋平時辛苦訓練咧，就係為咗勝利啊嘛。我哋勝利之後嗰個成就感係就係好滿足。我都係好中意打籃球，因為咧我細個就即係見過好多球星咧，佢哋打籃球就打得好勁，跟住從此我就發現呢個學校都有籃球隊，所以我就都入到呢個籃球隊都好開心。林金殿嘅男子籃球隊星期4啱成功奪得葵涌區冠軍，不過女子隊好可惜就未能衛冕。其實除咗籃球啦，佢哋響其他項目咧都出產過出色嘅運動員。
香港馬拉松全馬本地季軍黃卓玲，港九區 D1 學界足球決賽，替聖足一戰定江山嘅張耀軒，都係響呢間小學畢業，老師同埋校長咧都為佢哋感到驕傲。作為校長見到佢哋一路成長，梗係好感動啦。咁一屆一屆咁見佢哋成長，同埋好感動嘅就係我哋唔少嘅畢業生校友咧係港隊嘅運動員啦，亦都有好多翻嚟幫手去任教啦。正正我哋做教育最重要就係立德樹人啦，亦都見到佢哋每一個都揾到自己嘅目標嘅方向，好重要。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咧，好多舊生都係好出色嘅籃球員嚟嘅。咁啊，除咗有曾湛源源仔之外咧，仲有何以富啦、張賢龍同埋蘇柏軒等等。哎呀，知啦，全世界都知道你對籃球好熟悉啦。不過點知籃球呢？仲有跳高嘅大專紀錄保持者張正南同埋女排嘅盧美琪都係呢間小學畢業㗎。同學仔，見到你哋好多師兄師姐咁叻啦，喺體育界，你哋都要加油啊！話唔定你哋大個都可以好似以下嘅呢一班港隊運動員咁，響全運會攞到獎牌㗎。你已經好大個㗎啦。做咩啫？